到第17行，第17行 pattern 就係一個短針，一個減針，重複一個短針同一個減針。我哋織一個短針係第16行第一個，所以要攞個扣住佢。之後減針 V 字針位篤上去，圈出下一個針 V 字針位，篤上去，兩個 V 字針位嘅中間，再攞多個 loop，一次過穿出，中間中指要撳實上面嘅 loop，然後下一個針位係呢個，跟住再做減針，一個短針，一個減針，條線如果太長嘅話，就用食指掹緊佢，向上剔，向上剔，中指同手指公撳實，向上剔就會緊嘅啦。下一個針位係呢個，跟住再減針。然後一個短針，再一個減針，一個短針。一個減針，一個短針，最尾呢，呢個係第一針。咁即係話，依兩針最尾就係減針啦。咁呢個就係完成尾二嗰行。我哋數下有幾多針？
扣住嗰個扣係第一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，呢一行係有14針。跟住咧，我哋就會塞棉花入去，然後咧就再織埋最尾嗰個針，最尾嗰行，最尾嗰行咧就全部都係減針，然後咧我哋就做埋線，咁就完成達摩公仔嘅本體啦。